谁敢动他？没人想动他，我们是想动你。你放开三公主！别哭啊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对不起，都怪我。你再哭下去，我心急都要犯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偷的龙骨是真的。是不是从我身上取了骨，就没人再追究芊芊偷龙骨的责任了？动手吧！你疯了？失血过多，伤口感染，你会没命的呀！以后别再怪罪芊芊了。你为了芊芊，真的连命都不要？我们都再冷静一下，我觉得还有其他方法。你不明白龙骨对于百姓的意义。你偷盗龙骨，为我治愈心疾，我必须受罚，才能替你解围。芊芊，你作为义城郡主，又让人喊你三公主，有些责任你是逃不掉的。郡主，是不是不当郡主就可以不负责任了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母亲，我本来就文不成武不就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用。你非我为庶人吧？三公主，我不当了。胡说！你是我的女儿，怎么能不当郡主呢？城主，看着三公主和韩少君情比金坚，若再这样僵持下去，恐怕三公主的境遇会更加难了。芊芊，你知道你成了庶人之后会是什么境遇吗？我有韩硕，我不怕。你这么信任我？